无别的迄个。Hello，平安，王牧师娘，王牧师娘，高赞。伊丽姐高赞。高赞，平安。今仔精神看了较好哦。哇！多谢你。今日阮淡目镜较清楚的款，所以。哦 ，OK。安尼敢还阁有回声？我讲没啊，还好呢。啊，阮讲话你敢有？安尼会使无？感觉上比刚刚好像好，还是还有。哦，查还是查着，安尼要安怎？我用手机。David， 你甲主持人讲看卖，我家己瞄起。讲看卖，我家己瞄起。我有看到主持，是我像你讲话，我有听到，我家己回，家己讲。对啊，安尼是可能是阮的问题遐。你讲话咧？我安尼讲话，你敢有听到我的回声？我是家己无听到回声。我无听到你的回声。安尼无书面。毋拄我听你讲话断断续续呢。安尼可能是我这边个 internet 个有问题吗？即摆我来当讲话，我讲较久的，啊，你即摆敢有听到我的回声？我现在无听到我的回声呢。哎，我真无听到你讲话啊。David， 你即摆听我的声，听我的声，回声。你要讲较长诶。安尼嘛是有呢。头拄仔David咧讲的时阵是无呢，无对，大家人拢关起来，安尼看会敢会较无回声。来，OK， 即摆剩我甲 David 咧吼，咱试看卖啊来。David， 你安尼听到我会讲的，敢有回声？无咧。你看看卖啊。我即摆咧讲话吼，无听到我的回声。啊，我咧讲话，你敢有断续续？无 ，OK， 就 OK。好来 ，David， 你甲周牧师。Hello，David， 你好。是平安，周牧师，我讲话嘿，我无听到我的回声啦。你讲话，我想嘛是拢正常的。你敢有听我的讲话？敢有回？我拢正常。正常 ，OK。来，周牧师，我甲你讲，周牧师，牧师你还未看到？伊今仔伊的任务啥爱顾孙啊。哦 ，OK， 安尼听起来嘛是正常啦，OK。那迄个王牧师娘，我甲你对话。牧师娘早，你今仔孙仔无来？下晡才会来，嘿，所以。下晡才会来 ，OK。吼。安尼是 OK， 嘿。安尼嘛是 OK 啦，吼。好来，即摆我甲建议兄，建议兄平安。平安。咱两个的讲话，你听起敢有回音？无啊。好来，建议兄，你甲主庆讲看卖啊。大哥，有听到无？有。有回音无？无咧。无啦哈。建议兄，你讲较长咧。
啊，等了，想卖讲，顾了的，哇，我建议下，可能品品你们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 device 试试看？可不可以用另外一个 device 试试看？可以，可以，可能是这个网络不好。有可能。来，品品主进，去看麦。安尼唔知会较会，我莫安尼讲，敢会个回音真重。好，即马我安尼甲你讲吼，听起来是没有回音啦。你有听到我讲话吗？有。OK， 所以现在听起来就没有回音了。我是用我的。请那个周牧师甲你讲一下，周牧师拜托你。OK，迄落含啥物人讲？你真古锥哦，足新鲜，足新安尼奇哦。多谢，感谢。安尼应该会使嘛吼？安尼咱讲话。可以的。OK，安尼好。我甲换做 iPhone 安尼啦，换手机安尼，所以恁大家安尼听起来都无回音啊啦吼。可能吼，就是大家拢关起来，啊，可能讲话人讲安尼时阵，可能就较无回音啦。拄我的iPad， 我若开就有回音，大家所以较无好的感觉啦，断断续续。啊，即马有较好无？有，即摆是拢无回音，可是即摆跟2个人在对话啦，啊，若佫加一个人，毋知有差无啦？牧师，你佫加入看觅咧？牧师。你换这个手机了，就无个有回声啊。哦，嘿。啊，我敢会当同时我嘛用 iPad， 可是我就是不要有，我就可以看得到你们，可是不要有声音。对，你把它 mute 掉，然后把那个 volume 把它转掉。嘿 ，maybe 按着较嗨 ，OK， 嘿，静音。那就旧金山甲咱做礼拜哦。你讲呢？为哪伫旧金山甲咱做？哦，我知影嘿。虽然很远，但是没有距离。可以了。哦，我影搞赞。我影搞赞。啊，是啊。嗯。我看你无回应，本来想讲啊，这耳孔听无啊。有魅力。有听我的声？有啊，即马听有吗？我无开啦。哦，即马有啊，即马有啊。他的阿叔。是啊，讲。拢伫啊。拢伫啊。OK。
啊，顺起来呗。哎，二楼骹有啊，有起来。有啊。这礼拜啦。吼，因住这吼，楼梯有够一块汤好事吼，我即摆是爬来到第4楼呢，迄是有够爽的呢。较省的呢。啊，我想了抱歉买啊，算了无爱。伊是即摆是2楼啊，我即摆伫遮是4楼啊。OK。啊，有电梯无？有咯，阁有电梯，即种完全是你互设计互少年人你住的所在。我是用迄锁啊，甲吊一个桶啊无？拄啊是逐家拢管拢摕袂着啊，楼梯是滚啊站，哎哟，够可怜。咱台湾这种的吼，这种的叫做透天，你知影？3楼半透天。啊，这台湾是透天迄种的，来。不要做伙。倒一个电梯啊，简单啊。这租，伊这暂时共租的啊。你这在旧金山？是啊。我叫是你还搁在恁兜咧。迄北无去啊，你无看？无去啊。你这地对啊，我一个圣地个朋友吼，看我 po 迄个咱教会相片，啊，看去年的时阵，你有摕一盆兰花来，哦，学了甲达志，佮甲我讲吼，你问恁教会迄当工，迄兰花安怎顾的安尼啦？你出名，你出名。伊讲我若靠上帝你顾啦。你这在旧金山啦。伊即练啊吼，手也有力啊，你知？还有，爬甲骹拢开始膝盖拢小可咧疼咧。袂啦，即摆同事都毋通甲你冤家，我叫你木一个吼，四三年。对4楼是那个1楼。4楼转到1楼去。这伫倒位？圣马跳。哦，圣马跳 ，OK。我听讲我即马伫网路啦。嘿，来我来甲迄个 PowerPoint 用出来吼，稍等一下哦。是我迄个啥啦？迄个吴祖庆，伊敢有穿裤？我要甲所有人 mute 起来哦，要开始这礼拜哦。咱请主庆来带咱来祈祷，来做比心。来，咱大家同心祈祷。安君的耶和华，我的主，我离开你，活伫罪恶的中间。我也要照着你的囝耶稣基督的疼的缘故，求主你，互阮的罪得到赦免，得到压抗。阮伫遮也要为着阮的世界的领导者，祝你赐予有智慧，谦卑伫你的骹下，用你的话做准称，最好的典范，引带正人类。也求主互这个医学家早日发明这个药啊，甲疫苗，全世界百姓脱离武汉肺炎的病痛中。也求主你，这个病来痛苦的、死实的。愿主你平安安稳临到伊的家族，我的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走甲。
也往不变成 stop。恁要将权能归予上帝，伊的威严伫以色列的顶面，伊的权能是伫强冲。这是咱的吟诗学录，圣诗47首，圣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这是咱来信仰个别，咱用使徒圣经来个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胞胎，对在基女玛利亚出世。本州比列刀任来受苦，用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报话，就天打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国上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要来恭读上帝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6节到14节，《使徒行传》第1章第6节到14节。因主接的时，问伊讲：主啊，
伊即时要将国复倒互以色列嘛，就甲伊讲，被所下伫伊家己的权来所。歹势，迄字叫冻掉的啊！伊就甲因讲，所下伫伊家己权来的时，家己毋是恁所通知，圣神临到恁的时，因要得到灾灵，搁伫耶路撒冷、遍犹大、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话讲了，因咧看的是耶稣受压起，就天有云接伊，因就看袂见。因去的时，因仰天注目看，忽然有两人穿白衫徛伫身边讲：“家己二人啊，啥事徛伫看天？这个耶稣离别恁受接上天。”恁看伊安尼就，伊也要照安尼来。于是因对迄个名叫橄榄的山，倒去耶路撒冷。这个山近耶路撒冷3里几有暗休日的路站，已经就像因所住的楼顶，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甲多马、巴多罗买、甲马太、阿列的囝雅各，甲西罗底的西门、雅各的囝犹大，这个人甲骨肉的负责人，以及耶稣的老母玛利亚，参伊的兄弟，拢同心专务祈祷。咱即马来读华语版。使徒跟着耶稣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啊，你是不是要在这时候恢复以色列的国的主？”耶稣对他们说：“那时间和日期是我父亲凭着自己的权柄定下，不是你们应该知道的。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会充满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说完这话，耶稣他们在他们的注视中被接升天，有一朵云彩，他们的是他离去的时候，他们正定睛望着天空，忽然有2个穿着白衣的人站在他们的身旁，说：“加利利人啊，为什么站着这里望着天空呢？这位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么样升天，他就怎么样回来。”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马、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太。这些人同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以上愿上帝祝福咱所读伊所启示的话，这是咱要请牧师为咱来证道，也为咱祈祷，今日带来是上天。咱做伙来祈祷。主必听到阮的天父，阮搁一届伫你的面前来献上祈祷。伫阮咧面对这个中国武汉的肺炎的疫情的时阵，阮虽然无法度伫实体下礼拜中间
来组织来敬拜你。但是阮透过即个网络的方便，是网也阁有侪的困难无法度克服。但是正着安尼，阮通伫你的面前来组织来对你献上阮的娱乐、感谢甲阮的敬拜。所以阮伫遮来组织的时，阮恳求你的恩典，甲遮的所有伫第一线咧救人，也是咧服务遮的人员三甲伫地。伫因咧面对即个威胁、病情的威胁的中间，因有缘徛伫第一线咧帮助人。阮知这是真正无简单的事。伫阮的周围中间有侪阮所捌的人，因就是做安尼的牺牲，互阮会通伫即个疫情的中间来得到保存。阮也求主你来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当阮伫无共款的所在时阵，主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也就是你要被接升到天顶的时阵，你甲门徒所应允的，你要赏赐迄个保惠师甲阮三甲伫地，互阮记得你的教示，也互阮得到主你所应允的平安伫阮的中间。阮啊组织伫这个所在来对你来献上祈祷感谢，也要对你的话语来得到帮助的时，主，阮求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开启阮，互阮明白你所要甲阮讲的话。求主你甲阮三甲伫地，亲自伫阮的中间来坐位，互阮伫你的保守的下面，会通来度过这个疫情。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伫前礼拜四的即个devotion的中间，牧师有甲咱三甲分享讲到即个伫教会节期的中间叫做升天节吼。升天节就是耶稣被接上到天顶的一个宗教节期啦吼。即个宗教节期伫咱解决中来讲，咱比较较无注重即个节期吼。即个节期是伫过活节了后的40天，嘛亲像咱伫咧迄落伫迄个斋戒月即个中间，咱所咧算即个40天，共款无包括主日，所以伫第6个主日前礼拜第6个主日了后，咱乘以6，所以36天，搁加4天，就是今年是5月21号啦吼。每年拢无共款。咱伫即个日子来纪念耶稣的上天啦吼，也是讲被接去到天顶的日子啦吼。即个日子到底有重要无？一般来讲，伫亲像天主教、东正教，或者是讲一寡礼仪的教派，包括圣公会、包括信义会也是讲咱讲的路德会遮的，因拢真注重即个节期。为什么需要注重？其实，咱若对伫整个的基督教信仰咧讲到拯救来看，无有一项的代志会通去讲这无重要，即每一个节期拢有伊特别的意义，甲伊的真关键的一个意义伫迄个中间来，互咱来思考。耶稣上天的即个代志，咱解决中虽然无介重视，但是并毋是讲即个无重要吼。伫教会的设立来讲，咱是袂当去片面去思考，也是讲会当去甲伊讲咱着 avoid 吼，毋免去看即个代志吼。其实伫咱的拯救的即个历史来看。也是讲上帝拯救的计划来看，耶稣的上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事吼，一项事。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章第6节到14节，拄则主敬带领咱来读这个经文的中间，记载耶稣伫最后甲因所讲的话，然后
使徒见证耶稣来上天这项事，这要互咱来思考，这个事对伫教会的设立，也是讲初代教会开始，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咱根据保罗所讲的神学，伫哥林多前书，伊安尼甲哥林多教会信徒讲，若准无过我的事，等于讲基督无有过我。若准基督无对死过我，对咱就无有啥物来通好传的，恁也无啥物通好信的。安尼显然上帝，咱伫咧为着上帝做假的见证，因为咱见证是要见证迄个基督死过我，毋是要见证迄个基督对死无过我这项代志啦，所以个人无有死人过我，就无有基督过我。死人若无过我，那安尼讲，基督就无过我。基督若无过我，第17节讲的，恁的信仰就是安那幻想的这个保罗伫遮足清楚过我是对基督教的信仰非常重要的。如果若无过我这项事，基督徒就灭无，因为咱所传的就是过我的活命过我的活命是主。享受迄个国活活命，互每一个所相信的基督徒，才着安尼来得到迄个永远的活命。所以，既然咱的信仰是因为耶稣基督得到国活来得到新的生命，然后咱必须要来思考耶稣的国活的目的是啥物货？耶稣的国活的目的只是为着要显现，互多马看，你看我有互这个穿插着的所在，我有流血，我有迄个安尼尔定吗？但是为着要伫迄个往伊马有斯的路上，甲门徒两个门徒行做伙，敢安尼尔定？国活了后有啥物款的重要的代志？耶稣咧甲门徒所讲，也是咧甲今仔日的基督徒所讲的代志。咱用今仔日的咱讲的上天的主日来思考耶稣基督对上天这项事对咱信仰的重要性。咱的基督徒要安怎去了解这个日子，也是讲要安怎纪念这个日子要来思考救恩啦咱对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信仰个别使徒圣经来重新思考啦使徒圣经内底有几摆的我信，咱会记得无？牧师甲咱考试你毋免答无要紧甲咱想者，咱有几个我信，拢总有3个啦第一个讲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然后第2个讲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然后中有一段，迄段咱连伊才来讲，甲上老尾的时阵，佫有讲到我信圣神。所以基本上伫咱的使徒圣经咧个别的信仰是啥？我所相信的是三一上帝。咱去看一摆对开始，我信上帝，再来我信耶稣基督。第3个呢，我信圣神。圣神后壁所带来是啥物货？是教会。教会，咱后礼拜去讲到圣神的工作啦伫即个所在，咱去看到讲圣神了后所带出来是教会，上帝的教会，而且有肉体相通，有迄个做赦免，有肉体过活等等遮的。但是伫耶稣基督教圣神讲到初代教会即个部分中间，有一段足重要的，即段叫做耶稣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再来死、埋葬、落刑府，然后呢，对第3是对死人中搁活，后壁足重要一项代志，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便，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OK， 咱搁重新来看这段。安怎讲？对圣神投胎，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
4埋葬落阴府，第3是对世人中搁活上天，三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然后讲到伊要来审判。即个信用个别中间的每一项，拄则咱看过标红字，即个拢是倒电、倒电、倒电，意思是讲，这每一项代志拢伫迄个耶稣基督受到上帝的差遣来成做拯救，拢真重要。每一个坎站，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拢真重要。包括伫本州毕业岛任来受过，这是一个历史的证据，这拢真重要，吼。所以伫咱的信仰个别中间，咱甲这个讲甲真清楚，然后经过这个有上天坐伫上帝大屏了后，然后才上帝差圣神伫约翰福音，耶稣安尼应允，是讲，然后圣神来了，咱有迄个共同的教会。才开始有教会的生活，所以若无搁活，咱团的是枉然；若无上天，就无有圣神的工作，无初代教会的建立。所以这个是真重要的一个概念，对咱的信仰个别中间，咱所了解到的一个部分啦吼。再来，咱要去看到啥？咱要去看到对圣经其他的所在，咧甲咱讲另外一个。耶稣伊本身的位格，伊迄个位格伫拔摩山的时阵，马太福音17章，咱看见拔摩山的顶悬，耶稣招几个学生甲伊三甲去山顶，然后有2个人伫遐出现，哇！彼得足欢喜的，咱大去3个坪仔，咱永远住伫遮吼。啊，另外迄2个人什么人？迄2个人是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摩西代表是啥？摩西所代表的是伫律法的代表者，伊制定济的律法，是借着上帝予伊的10条诫的诫命。咱伫申命记34章的第6节的所在看见讲，当摩西离开这个世间的时阵，咱有看到伊埋葬，啊，这个埋葬毋是人家伊埋葬的。照圣经的记载是上帝家己埋葬，然后安那无人知影伊待伫倒，哦，到现在无人知影伊待伫倒位，哦，所以无人知影摩西是待伫倒位。啊，若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讲上帝家己接走啊，哦，上帝家己接走啊，到底是安怎无人知影？但是照人的看法是讲啊，上帝检测甲带去啊，哦，搁来另外一个代表人物以利亚。以利亚，伊是这个以色列的先知传统的代表。那伫基督教的信仰中间，也是讲犹太教的信仰中间，讲到先知，第一个代表是以利亚。伫列王下传第2章啊，咱前几工的daily devotion内底也有读到这段吼。啊，以利亚受到接上天的时阵，以利沙有见证，甲有50个。这个另外的见证人伫边仔看到吼，所以因伫迄个所在看见以利亚嘛去互上帝接去。咱来看这2个代表的人物伫拔摩山顶悬出现，咧仪表的一个代志，就是耶稣伊的上帝的身份，亲像咱伫迄个使徒圣经所告别的，我信上帝。第2个是我信耶稣基督，第3个是我信圣神。吼，这个伫拔摩山其实就已经咧仪表耶稣这个身份，代表着上帝所颁布所有的律法的代表，也代替所有过去的先知人做先知的职分。当然，伊嘛有迄个王的身份啦。今仔日咱所看的经文内底。伫《使徒行传》第1章，拄则主庆带领咱读的这个中间，学生问耶稣一句话足重要的是讲，是毋是伫这个时阵要来复导以色列的国？这个就是咧表示耶稣是一个君王的身份。伫伊过活了后，
伊有迄个身份，但是耶稣的角度甲使徒咧想的角度是无同款的。然后时间嘛毋是因所咧想象的，是耶稣所甲因讲的，讲即个时是伫上帝的权柄内底，伫上帝的手内底。所以其实伫变魔山已经透露出即个真重要，一个耶稣是一个受膏的基督，受膏的基督，即个身份，伊是君王，伊是先知，也是律法的代表。所以伫使徒圣经的上老尾，中迄段啦吼，是咧，中迄段讲，然后伊上天坐伫上帝的大屏，后壁迄句话足重要，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这标准伫倒？伫迄个律法中间，所以是一个律法的执行者，所以咱看见讲，伫信仰顶悬，咱看见一个圣囝上帝的身份伫这个所在。咱看见当门徒受着耶稣带领去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阵，伫迄个巴勒的祭坛。咱一般咧讲是阴间的入口，圣经嘛安尼讲啦吼。耶稣问门徒讲：恁讲我是啥物人？因就开始讲啦，有人讲你是先知啦，安怎安怎安尼啦吼。了后耶稣佮伊问讲：恁讲我是啥物人？所以较重要的是耶稣要爱知影因对伊的熟悉到啥物程度。所以伫迄个所在，门徒的代表就是彼得，伊安尼回答。伊讲你是基督，你是基督。咱知影过去即个也未地动进前，水泉是对即个大的磅空才出来。一般当初时的人感觉这是一个阴间的出口，所以因伫遮有做足侪神龛伫迄顶悬，边仔也有迄个巴勒的金牛的祭拜的祭坛伫即个所在。然后彼得伫遐讲：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囝。咱注意看耶稣安怎甲彼得回应，伊讲：西门巴拥纳是咧，你是有福气的，因为这毋是属地迄气的指示你，是我伫天顶的爸指示你的。意思是讲，借着彼得，咱去看伫彼得伫后面啦吼，耶稣受难啊，甲伊问足侪奇奇怪怪的问题，即中间咱知影，事实上伊毋知影伊所讲的一句话啦吼。但是即句话的信仰告别，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是上帝甲伊指示的，上帝的圣神甲伊指示，然后伊讲出安尼信仰告别，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囝。我捌有一个朋友。原来拢有咧读我的daily devotion 吼，伊人伫台湾吼，有一届伊问我啦吼，伊讲牧师，我看你做爱写吼耶稣基督啦，但是吼圣经拢写基督耶稣啦，到底做倒一个对啦吼？我毋知咱大家安怎想啦吼。我是甲回应讲吼，无有对甲毋对啦。我讲对我来讲，耶稣是一个。人子的身份，基督是一个圣囝上帝的身份，所以耶稣是经过耶稣的身份，然后入去到基督的身份，这就是彼得伫这个所在信仰告别的。迄个所在，伊讲着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囝。伫进前，耶稣若咧甲人讲话，拢会讲啥？人子安怎？人子安怎？人子安怎？所以这是我的角度去领受的。咧提醒我，就讲耶稣为着世间人来受难定死，搁活了后，伊成做迄个基督的身份。这个基督的身份，咱来看，到底是啥物意思 ？Christos 伫希腊文吼 ，Christos 这个是咧讲一个受膏者，也是讲弥赛亚，也是讲最简单的就是 Christ， 就是讲伊是受膏者，伊嘛是弥赛亚，伊嘛是一个拯救者。耶稣的上天表达耶稣基督被接回，转去到家己的所在。所以伫咱的使徒圣经的信仰告别真清楚，当坐伫上帝的大屏，这是足清楚的吼。
啊，另外一个题外话啦吼，我毋知咱印象中间有迄个圣诞卡吼，Christmas 头前写一个 X 有无？吼，啊写 RIST 吼，啊这个MAS 啊吼，啊我捌听较保守的基督徒讲吼，啊这吼这咧欺负基督徒哦，甲Christ 写一个大叉安尼吼，其实毋是啦吼，其实你注意看迄个希腊文吼，希腊文的CH 吼，过去是用 X 吼 ，Christos 啊 X， 啊这代表 Christ 吼，这个 Christ， 这是题外话，顺便甲咱讲一下吼。啊，所以基督这个身份是咧代表，咱个倒转来看，拯救者、弥赛亚、受膏者，啊，这个是伫这个所在所要表达的。然后，如果耶稣无有上天这样事，安尼时阵，伊所讲的话嘛是假讲的啊，因为伊甲门徒讲我去是为着恁要避难所在。这是伫约翰福音的记载内底吼，伊讲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啊。这神应该是用上帝啦吼，你信上帝嘛，得爱信我吼。伫我的爸有济的厝体，若是无，我早已经甲恁讲，我去是要为着恁来避难所在。我为着恁避难所在，就要来接恁倒转去到伫遐。我伫遐也要叫恁也伫遐。我去倒位，恁知影迄条路，恁也知吼。所以，这个是根据犹太的结婚的传统，就是讲新郎甲伊的老爸会去新娘的厝里来提亲。讲好了后，无论什么条件，还是聘约，还是啥物的，讲好了后，新郎甲伊的老爸就甲这个新郎新娘的这个新娘甲新娘的老爸做伙啉一个酒。做一个印证，然后因就转去厝里开始安那，伫因兜的厝中间，佮加起一间房间。这间房间就是新娘房。啥物人负责咧起？新郎的老爸。伫这个所在，新郎代表基督，迄个老爸代表天父上帝。所以耶稣定来讲，你若咧问迄个时，问迄个日，囝嘛毋知。只有爸才知，当时会起好，囝毋知影，伊就爱乖乖伫厝里等甲伊的老爸甲迄个厝起好。所以耶稣伫遮讲足清楚啊吼，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个就是伫犹太结婚的传统中间所咧。仪表也是讲披露出来，互遮的人知影，耶稣咧讲的讲，我上天的目的，就是要避难所在，互咱。再来有一天，伊要的确要倒转来带咱转去。咱定定伫圣经的中间用婚姻，用新郎甲新娘来披露咱甲上帝，还是咱甲基督的关系。所以基督咧甲咱强调的是讲。时间无重要，重要是迄个应允，迄个约定。然后伊的上天是为着要避难所在，也是讲来开始迄个婚约的一个关键点关键点伫这个所在。约翰福音14章，耶稣嘛摕着应允抢是一个保惠师，安尼知影是圣神。这个保惠师的概念，伫这个所在要甲咱讲，是讲伊要甲咱永远三个伫地。再来，伊是伫真理内底的圣神，真理内底的圣神。世间人无法度接受伊，为什么？因为伊毋捌，伊无伫这个婚约内底，所以伊毋知影。所以这个是伫恁的内底，别人毋知影，袂当接受的。再来，伊讲。我袂放杀恁，拄则咱有读过这个经文毋是讲我无爱，我要放杀恁，无爱插恁乃是要完成后一段拯救的阶段。这个对基督徒咧迎接圣神降临来讲真重要，
若无有上天，就无有车肯保卫师的永远的实践。讲世间人无去看见我，表示已经上天啊。但是伊讲，恁要看到我，吼，只着圣神，借着圣神要继续看到咱甲基督的迄个关系。也是讲，咱会当讲圣神，也是讲迄个约的关系。借着迄个国外的画面，咱会通来听候主过来。伊讲圣神的目的是要来教示恁，互恁会记得我所有的教示。过来讲要留得平安互恁，这个平安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应允，然后咱才会去看到耶稣过来。耶稣若无上天，就无有过来。咱伫末世教会所有的基督徒拢咧期待耶稣过来，第二次再临，咱定定安尼讲吼。若无注重上天这项事，咱所期待的再来就不算数了，就无啊嘛。伊若无离开，就袂来。好，那亲像迄10个女子共款，因所咧期待是迄个无法度料想什么时会到的即个新郎，但是有人有准备，有人无准备。共款，咱伫即个世代，咱咧思想耶稣要过来的时阵，咱嘛是爱去注重耶稣上天，因为迄个过程虽然咱看袂到，但是是咱将来的生活。耶稣讲我去是为着恁避难所在，就要过来接恁倒转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代志。所以伫即个中间，耶稣一只真清楚，然后伊讲伊去了后，伊讲我要去到恁家。28节讲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要过来遮，我去咧讲上天吼，伊去爬迄个所在就开始即个婚约的准备起厝，然后来遮要搁再临，要搁再临是咱的期待，是咱的追求的永远的愿望，但是咱袂当忽略耶稣上天伊所予咱的应允，因为咱活的性命。咱所领受的救恩，拢是因为基督得到，所以亲像保罗所讲的，当我活地，无搁再是我，是为着基督得活。因为主已经为咱上天去爬迄个所在，为着咱避难所在啊。所以伫借着即个宗教的节期提醒咱了解即个节期的意义，也互咱知影整个的上帝的。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拯救的计划，是无有倒一个无重要的，圣诞节足重要，当然大港节足重要吼。然后甲伫伊受试探来显现等等这整个所有的过程这个在界月受难等等，每一个拢真重要，帮助咱来思考咱所领受的救恩。咱伫这个面对。这个疫情的这个苦难的中间，咱搁较需要即马伫天顶的主，享受互咱的保守，亲像伊应允互咱的，我留平安互恁。咱做来祈祷。主天父，我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互阮借着主你甲阮三甲生活的日子，互阮会通了解主你是无放杀阮。你享受你的恩典伫阮的中间，你应允阮要将平安留互阮，你应允阮要差遣圣神甲阮三甲伫地，互阮伫伊的保守的内面，亲像阮亲目亲身甲你活斗阵共款。那主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会通来活出迄个国我的活命，是因为主你已经告我。互阮会通活出有愿望的活命，因为你已经上天为着阮避难所在。阮无惊吓，因为阮有圣神，你所享受的，甲阮三甲伫地。阮为着阮所有的兄弟姊妹来献上祈祷，搁一摆为着遐第一线伫救人、伫服务人遮的人来献上祈祷。就是你特别
加添因的气力，加添因的稳定，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性命。圣诗305首。主切没有听到你的声音。这是咱来吟诗学乐圣诗305首，我是为基督。305首。无听到。无声，这里讲无声。有声音呢。这是咱要来回应对上帝对咱的祝福，用来奉献，请奉献刻入咱的信封内底。若礼拜时后届若恢复礼拜的是同齐奉献，也是寄予咱这个主旨12365 Fairbanks Tustin 咱主管兄伊会甲你收起来，同齐公布伫周报。这是咱请咱心压头来祈祷。我的天父上帝啊，阮感谢你，有平安到阮伫地，福分过来敬拜你。一只，阮要用你的话，也是诗篇叫着91篇，阮要来向你祈求。耶和华，你是阮得闪的所在，是阮山寨，是阮的上帝，是阮的倚靠的。求你救阮脱离沼泽的罗网，甲毒害的瘟疫。求你用你的实骨压阮，阮要秘伫你的实下，阮免惊。阮用流行的瘟疫，也是日中昼，别无人的毒症。因为耶和华是阮得闪的所在，你要用至悬的所在做阮徛起的所在，就灾害袂到阮的瘟疫，也袂近我阮的宝贝。耶和华也要吩咐伊的使者，伫阮一切的路保护阮，用手扶阮，免得阮的脚踏着。
主啊，阮感谢你，也恳求主你听阮的祈求，也阮所奉献的，诚做你的路用，恳求主你欢喜感纳。阮的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要请牧师来集体关怀甲事工报告。好，来，咱有几项代志啦吼。咱有听见美国总统宣布讲教会爱开放啦吼。但是咱加州到底当时会当开放，咱毋知。我想咱需要为着这祈祷，过来要安怎来做到好的这个自我封闭。我想是咱开放了嘛，爱特别注意的一项代志。咱的同工会会去斟酌来思考，要安怎来做啦吼。后主日是一年一度的圣神降临节吼。愿上帝圣神甲咱三甲同在，特别是伫咱咧面对这个疫情的苦难的时阵，咱需要更较侪上帝的恩典伫咱中间吼。咱基本上就是爱保持这个距离吼，咱知影吼，有这个喙安吼。你若阵也未去台湾会馆领这个口安的吼，喙安的，会当今仔日最后一天啦吼，下晡还阁有机会吼。好，咱到伫政府宣布恢复进前，咱原则上维持这个网络礼拜。将来恢复了后，咱检测会采用两方面，实体礼拜甲网络吼，拢会做伙来用吼。咱若望安尼会当迄个触角会当分较侪人的中间啦吼。当然咱的即几礼拜的即个奉献的方式有改变。真感谢上帝，虽然咱无法度伫礼拜堂的敬拜奉献，但是咱的兄弟姊妹真注意这项代志，咱会当看见即几礼拜中间咱拢有收到侪的对教会的奉献吼。咱感谢主，也感谢兄弟姊妹看重这项的代志吼。咱过来拜五29号的查经是要第2章，即礼拜经文较长，拢总有26节吼。我明仔载开始搁整理吼。我拜四就会传互大家，会甲即个会议的即个 link 送互大家吼。好，共款伫礼拜日嘛是共款啦吼。共款我拢会伫迄个提早半点钟就出现啦吼。今仔日安尼，咱嘛是像吴牧师娘啦吼，建议遐因拢足早就起来吼。好，咱可能爱为着恢复伫礼拜堂礼拜会来准备来代祷啦吼。求主帮助咱有迄个智慧，会通知影要安怎来处理要安怎来预防，要安怎来做实体礼拜甲网络礼拜做伙来用的一个好的方法吼。咱为着同工来祈祷啦吼。我已经有甲咱讲，咱教会有网站吼，有网站。你只要去这个 CFO Anaheim， 也是讲你伫迄个 Google 顶悬拍www.cfoanaheim.org 就找着咱教会。我小可来示范一下啦吼。我连爱搁出去我互咱来看这个网站吼，大概我小可解说一下吼。来，我搁分享一个。这个用无好势吼，等一下哦。here， 来伫遮吼，咱的网站牧师是第一摆用啦吼，所以若无够好势吼，请咱逐个安那爱迄个，互我一寡意见吼。好，咱会当看到这个是咱的 homepage 啦吼。这顶悬遮吼有这个，你有看到我迄一个游标底下吼，迄个手吼。
homepage 当然是无啥，就是即个啦吼，嘿，啊，搁来有 blog，blog 我目前是放迄个教会 Facebook， 吼，所以我若个试了后，伊就会出现其他的 link 伫即个所在，然后我搁甲试咧，吼，试咧，伊就走出来了后，我搁试一摆，伊就去走去咱的Facebook 的迄即个教会的网站，遮伊即摆咧走啦吼。来，好来，搁倒转来吼。members 我即马还袂有说物件啦吼，咱来看要安怎用，因为牵涉到个人的资料啥物货，当然时间就爱有迄落吼。啊，伫即个教会历史的相片中间，我已经去甲教会所有咱历史的每一年的即个相片拢甲翕起来吼，我就放咧遮。啊，当然我过来就爱开始去研究咱教会历史，然后我若会当每一年写一寡即个吼。所以1994吼，拢有啊啦吼，拢有啊，吼，咱才家己起来看啦，安尼啦吼。我大概互咱知一下吼，历史的相片啊，咱的 gallery 就是一般的相片咧。我即摆无放几张啦吼，伊无介济嘿，吼，无介济嘿，吼。啊，听迄个即个兰花即摆吼足出名的吼，足侪人咧问讲安怎种的吼，嘿。哦，啊，大概是即个部分啦吼，啊，然后咱对 homepage 搁往下拉，吼，咱倒转来 homepage 吼，再来继续往下拉，会去看到即个吼，搁有遮个画面吼，啊有简单的教会历史写伫遮，再爱去补充啦吼，然后有咱教会的遮的礼拜吼伫遮，啊有2种的方式会当。请拜访咱的即个朋友，而且甲咱 contact 吼，啊，像即个主一个礼拜，即个试落去了后，就有咱礼拜的 link 吼，啊，网络查询就网络查询的 link 即个所在吼，然后一个经文伫遮吼，啊，咱过来有一寡本地预定要办的活动，但是因为即马quarantine 咱无法度办。但是我先甲放伫遮，无写日子，但是安尼预告吼，啊，咱会当搁放一寡设计一寡活动，会当来思考安怎放安尼吼。再来上落尾是遮有迄个所有咱的礼拜影片拢伫遮，也是查经的影片，咱会当一个一个去点安尼吼，就拢有安尼吼。原则上就是安尼啦吼。好。这时咱要来看，等者哦，等者哦，我爱甲伊写出来。好，啊，大概是报告到这个所在啦吼。啊，前礼拜的即个出席有24个人，啊，前礼拜5的查经有15个人吼。无声。我的声有吗？有。哦 ，OK， 咱的奉献有900块吼，这礼拜吼。咱后主日的这个预告伫遮吼，啊，则请备办的服侍同工来备办啦吼。好，
咱请这个咱来读今日的金句，伊在诗篇第7章68章第70到第8节。来，咱来读2遍。上帝啊，早你行伫百姓的头前，经过旷野，迄时地见到上帝的面就震动，天也落雨，迄个西奈也震动，是见到以色列的上帝的面。第7节，你早行伫百姓的头前，经过旷野，迄时地见到上帝的面就震动，天也落雨，迄个西奈也震动，是见到上帝以色列上帝的面。诗篇第68篇第7节到第8节。咱接下来过来金线编白律诗上言512首，金丝线，请牧师为咱祝祷。第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第500。咱搁一摆来领受上帝的祝福。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这段时间你的保守。当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谦卑，因为无你，阮就无法度来赢过遮济的苦难。阮为着遐济死失破病人来献上祈祷，祝你的怜悯甲因三甲地地。也为着遐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来献上感谢甲祈祷，祝你甲因三甲地地，也赏赐阮平安，互阮有喜乐的心，对这条甲应许代志。阿免。Hello， 冰冰。嗨，我等一下再过来。好。你先，好。你先来我搞代志。我有遥控诶。哎，冰冰。哎，牧师，What happened？ 第二是怎么了？我叫我到底下在是安怎吼？拄我开始的时阵，迄个信息拢无声呢。
哦，对对对，你前奏也无声。哎啦啊，嘿。我想讲是阮的问题，啊，阮跩安尼足谦卑的，都惊有听着，啊，然后主持时间搞得开心点啊咧，啊，我跩佫甲我 iPad 佫摕去重新开机，啊，因为伊用 iPhone 就袂当用，我想讲是毋是我 iPad 去干扰，还是创啥安尼？结果拢毋是啊，是无出遐个问题晓。对，我一个设定无用好势，啊，David 有 text 过来，所以我尾仔去重用。我本来就想要 test， 毋拄你所有的资料就伫咧我 iPhone， 我就袂当甲摕起来。哦 ，OK。啊，吴主任佫无输入恁的电话，啊，我佫毋知影倒一支，哦，只要母啊，佫想讲啊，算啦。我会当来介绍一位新人。隔壁迄个。我请迄个Dr. Chen， 你讲 open 你的 video 无？你迄个。share。Dr. Chen， 你敢有嚟啊？有啦。有，伊个伫遮，但是诶。我出来啊。哦。我无看到伊。我出来啊。看到啊。哦，我介绍 Dr. Chen 啦吼，陈医师伊是迄个牙根管治疗的 specialist 啦吼，牙科医师啦吼，啊，伊台湾迄个毕业啊来伫 USC， 了啊，即摆已经加入几若冬啊，安尼，你 practice 几若冬安尼啦吼，啊有若伫即个北眼镜即个 dental office 有咧上班安尼吼，我甲邀请伊来参加咱的安尼聚会，今仔日伊怎么对到？无看到伊呢，无去安尼。你有听到我的声？David， 我有听到你的。哦，是 ，OK， 我等于OK， 你好，OK， 你好，我看到你。我来介绍，我周牧师介绍。因为我讲要介绍，伊讲伊是周牧师，你讲甲你是伊含你是国民校的同出。牧师无开声。开啊，我有开啊，敢家己的。迄个 Dr. Chen， 你敢伫家己读小学家？我家己人啊。哦。家己读小学。啊，你家己对？中文噶？你是中文是无？我随用啦。哦，随用 ，OK， 安尼我知呀。你刚到底附近啊？随用。我人迄个 David 的妈妈共学校啊，差40几天啊。学姐，40几天。你含阮无40几天，我共学校啦。你一定是迄个啥人啦？桂林啦。桂林对啦。欢迎你来，咱会当讲较一个随用的代志。欢迎你来。迄个Dr. Chen 3个查某囝，三个哦。伊即摆住伫尔湾，伊是住伫尔湾吼。哦，因太太这水的啊。你几岁？我是。你安尼讲，伊会有压力，伊唔敢出来。唔敢出来安尼吼，真客气啦。他拄仔咧讲迄个喙炎吼，迄个即马有一间公司伫迄个 Texas 遐，即马是 make in 迄个 USA 啦吼，是遮个工厂。啊，咱会当 order 啦，啊，周牧师，我插一个话，因为吼，
我几若工进前就收到这个 information， 我就甲迄个互我迄个人，我甲问一句话，我讲迄头家什么人？啊，伊的 FDA 的证明伫倒位？结果过2天，我收到另外一个 FDA 上班的人传出来，讲伊迄个无通过。哦，安尼讲，所以我都无晓迄个消息，呀，嘿。OK。即摆我感觉拢啊足细致的啦，包括我昨去领转来了，我感觉足安尼傻逼死，你知无？因为吼，我伫台湾会馆领的物件吼是中国做的啊。哦，我是有领着阮小弟寄来啊，已经差不多40几天才收到吼，啊是台湾来的，是台湾制造啦，呀。你要摕来甲阮 share 者。好啊，你若迄个我栽培啊。我请问一下，是毋是 Made in Taiwan 的这就是拢合格？对。Oh yes。安尼，阮兜才30个尔。30个分我。那是毋是？实用吗？一个礼拜4天。文华兄，是。你继续踮恁查某囝遐，你连半个拢无需要。可惜我都无伫阮查某囝遐。我想安尼，我为着大家，我转来台湾探亲一转，我才炸几百个转来好啊。哦，那个有限制哦。带出来有限制吗？有限制哦，你会被查哦。哦，真的哦。对。自己回去买也不行吗 ？Yes。这个叫做管制出口。目前哦，禁止出口啊，哈。哦，安尼哦。无你就加2张机票，我甲阮某也倒回来替你倒退。啊，你明？听讲吼，6月以后吼，可能会开放啦。就是有咧暗算啦，有可能可以开放了啦。所以意思是说根本就不需要靠岸吗？我。系啦。考打。大家讲我一支。啊无，你寄来我啊。温枪。哎，昨吼有一个中国的小姐摕来买我。啊，咁有准？有咧，伊讲我买几支，我讲2支，我甲买2支啊。我去迄个迄个 Amazon 吼去 order 啊足久啊，啊才送，昨若算煞拄啊好送一支互来啦吼。我较早以前去迄个去 Amazon， 我 order 2支啦吼。较早以前 order 2支，至少一支90几箍啊。迄阵啊，我最近去 Amazon order 迄支吼，差不多50几箍啦。啊，即个小姐讲要卖我，伊卖我45箍啊。45啊，小姐卖你45箍，太来。小姐卖你45箍，一个分我。这支钱啦，是一支45箍啦，安尼啦。小姐45箍，我出50。